我支持動物權益，正如我支持人權。我認為一個社會點樣看待動物嘅權益，反映該個地方嘅人民價值。公民黨繼續為動物發聲，懇請政府成立動物警察，全面推行捕捉、絕育、防疫放回計劃，保護社區嘅動物，停止所有利用公帑運作嘅人道毀滅嘅程序，等市民直接到漁護處領養被遺棄嘅動物，暫緩執行呢個香港法例 139B 發牌制度，全面取締住家商業狗隻嘅繁殖。喺地區方面呢，曾經有長洲居民同我反映，因為當區嘅建制派議員唔贊成捕捉、絕育、防疫放回計劃，所以冇法子喺長洲社區實行。就係咁樣，我曾經代表居民向動物團體反映意見。如果我有幸繼續服務新界西，我將會繼續爭取喺區入邊實行有關嘅計劃。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，公民黨10號，多謝。